Hello，喺開始今日嘅 video 之前咧，其實我有啲相同埋有啲 video 想同大家分享下。咁我哋睇完之後，我哋一齊慢慢再傾，OK？No, man. ¿Están bien? 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咧係2026年嘅2月22號，而家係秘魯時間嘅下晝4:02，都係啱啱得咁巧，咁就發生咗一件事，咁都幾震撼嘅。咁其實呢件事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咁同香港就冇直接關係嘅。咁其實就關於一件事咧，就係喺墨西哥。咁墨西哥俾大家嘅印象咧，我估都可能係啲嘢食啦 ，tacos 啊、burritos 啊。咁但係啱啱發生嘅都應該係2個鐘頭之內啱啱發生嘅事咧，就係一個叫做喺墨西哥一個犯罪集團，亦都係美國嘅重點打擊嘅一個犯罪集團。咁佢就叫做哈里斯哥新世代嘅販毒集團，呢個中文譯名嚟嘅。咁咧就用佢嗰個西班牙文嗰個簡寫，就叫做 CJNG 嘅一個嘅大佬嚟嘅。咁佢就喺2026年嘅2月22號，即係今日咧，就喺呢個墨西哥嘅哈里斯高州嘅塔帕爾帕嘅山區，就俾墨西哥嘅軍方同埋聯邦部隊就擊斃咗。咁咧，佢呢一個嘅人，佢個外號咧就叫做 Mencho。Mencho 咧，佢就係可能同墨西哥之前你哋大家會聽到嘅同呢一個矮仔Chapo 都有啲關係，因為佢哋長期都係兩個犯罪集團嘅首領嚟嘅。咁兩個犯罪集團咧係一個叫做哈里斯高啦，另外一個就係叫做西納羅亞嘅犯罪集團。咁呢兩個咧就係墨西哥而家最大、最龐大，亦都係擁有最多嘅控制權喺販毒嘅領域。Mencho 咧，佢本身咧就係喺比較早期嗰陣時咧，就俾美國懸紅就500萬美金去捉佢。咁但係因為隨住佢呢個犯罪集團越做越大，佢個威脅越大嗰陣時咧，咁令到佢嗰個懸紅嗰個金額都上升咗去到1500萬美金。喺呢一個嘅 Mencho 咧，佢俾軍方去射死咗之後咧，咁而家咧，其實我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片啦，或者一啲相。咁其實咧就係呢一個嘅 CJNG 嘅呢一個犯罪集團嘅成員咧，喺唔同嘅州份啦，哈里斯高啦、瓜納華托啦、米卻肯、科利馬、塔毛利帕斯嗰度發動一啲叫做縱火啦、封路啦、襲擊。墨西哥政府咧到而家咧仲未去話出呢一個 press con 就去100% 肯定就係已經係擊斃咗呢一個嘅 Mencho 嘅。而家咧就冇人夠膽出門，因為呢一個嘅犯罪組織佢哋都話，如果係見到有人嘅話，全部都殺。我頭先講嘅咧，其實喺啱啱開始比較早期嘅時間，其實係講緊2014年嗰次，美國國務院咧透過叫做毒品嘅獎金計劃，當初係提供500萬美金咧，就一個懸紅嘅金額嚟嘅。
咁去到最後咧，而家美國嘅緝毒啦，就即係NADEA、DEA 啦，同埋 FBI 咧，就將個懸紅金額就提升到1500萬美金。而家咧CJNG 咧，佢就冇咗一個首領，咁我哋就會導致一個咧其他犯罪集團都會成日面對一個問題啦，會出現呢個分裂啦，或者會有一個新嘅領導人嘅爭權啦，暴力升級。咁呢個暴力升級其實佢哋犯罪組織嘅內部已經係肯定咗，今日全日都係維持呢一個喺呢啲唔同嘅州份嗰度，或者喺呢一個佢哋本身呢個哈里斯高州入邊咧，就會係造成唔同情況嘅抗議啦，當然係以武力嘅抗議啦。好似我會擺一段片嘅，咁就嗰段片咧，其實就係瓜達拉哈拉嘅國際機場咧，就以俾呢一班嘅哈里斯高犯罪集團嘅殺手咧，就入侵咗嘅。咁咧入邊嘅情況都比較混亂，咁啲旅客都周圍走，咁所以咧呢件事咧都令到墨西哥呢一排咧，其實都受到美國嗰個叫做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嘅不斷嘅唔同嘅一個壓力，咁就一定要係喺打擊毒品嗰度咧更加俾心機。而家咧就係呢一個哈里斯高犯罪集團冇咗呢一個頭咧，佢就會係有其他販毒集團嘅機會啦。例如好似我之前所講嘅叫做另外一個犯罪集團啦，可能會趁機擴張勢力，爭佢嘅地盤啦、政府嘅壓力啦、國際嘅合作。咁其實呢個哈里斯高集團咧，佢哋做乜嘢咧？咁其實佢哋咧就係涉及大規模嘅販運冰毒啦、可卡因啦，同埋呢個芬太尼安嘅。咁其實芬太尼安對於唔係好認識嘅朋友咧，其實芬太尼安咧就係本身咧係一種麻醉藥，係俾馬用嘅。咁呢種馬嘅麻醉藥咧，再加埋其他毒品嘅話咧，就會喺譬如早排應該講緊1年之前，其實喺網上面都好多呢啲片可以睇到，就係佢哋喺費城，美國嘅費城，其實好多人咧射咗，即係注射咗呢啲毒品之後咧，就會成個人就會企喺度，或者係可能半彎腰嘅狀態，就咁企喺度唔喐，或者係好慢咁樣喐，就好似喪屍咁樣。呢個哈里斯高犯罪集團都係非常之殘酷，佢哋嗰個殘酷去虐待對手，唔同嘅對手，唔同嘅犯罪集團嘅殺手咧，都非常之殘忍嘅。咁我哋而家就等緊墨西哥政府佢去確認呢一個消息啦。咁但係咧就呢個係啦，就係咁多。OK，thank you。